今日当儿若不是吃坏了肚子，就会和我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了。这孩子呀，姐姐替他祈福也是一样的。好久没有和妹妹一起在这园子里闲逛了。这旖旎嫣红，草长莺飞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你有在楚国时的情景。姐姐说的是，那时候的你我，又比眼下的荡儿和继儿能大多少？我有时还常做梦，梦见自己仍是年少无知，和姐姐在楚宫里淘气呢。毕竟是梦，你我都回不去。给我尝尝。不行，这东西你没喝过，所以你不能喝。哎呀，啰嗦什么？你快给我！我说行就行。哎，见过王后8次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王后，自从园子里引了暗渠，开了池塘，总有人因为胡乱挖路刨树，挖开了暗渠，走了水。今日又是如此。王后，让奴婢去查查是谁如此混账，扫了王后和八子的兴致，奴婢定打他50个板子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打他们板子也于事无补。好在这儿还有一条小路，平日走的人少，但景致还是不错的。婆婆，咱们走这儿吧。王后，继儿，继儿，继儿，你慢点儿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继儿，慢点儿。葵婆婆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等等葵婆婆。继儿，快点儿，葵婆婆。王后，王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小心崴着脚了。快坐下歇歇，快！再来一杯。再来一杯。妹妹不必担心我，你快去追继儿吧。一会儿继儿找不到你，该着急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快过！不能动，千万不能动！公子大，公子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李治，大王，攻击公子荡的疯子应该有2种，一种是普通的疯子，一种是杀人疯。对待普通的疯子，奴婢还有办法，只要封刺拔掉，用皂角水冲洗，再用筅台捣碎，糊住伤口，便可逐渐痊愈。但是杀人疯不同，它的毒性极大，从来就没有对症的草药。要想治疗公子荡，只怕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婢无能。李密，大王，臣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是先拔去毒刺，再用拔罐吸出部分毒血。那皂角水和筅台也对毒性攻心有些延迟作用，但是要想治愈，恐怕就……谁说没有办法的？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王后，
您别着急，奴婢再想想办法。公子荡，公子荡，奴婢该死！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去死啊！王后，奴婢该死！当儿要是救不回来，你们都去死啊！王后，大王，大王，救救荡儿啊！救救荡儿啊！这园子里怎么突然会有杀人蜂了？回大王，老奴已派人查过了，在山坡下查到了一个杀人蜂的蜂巢。那地方离宫中养蜂之处很近，去的人很少，一直不被人留意。寡人知道那杀人蜂极其罕见，即使有，都是出没在深山老林处，怎么会在咸阳，特别是在宫里筑巢？为了采集王后的牙蜜，园子里放养了寻常的蜂子。据说杀人蜂专爱吃蜂蜜，可能是那里的蜂子引来了杀人蜂。幸亏继儿被魁姑护住，只受了轻伤。听说魁姑伤得很重。是。忠心护主，可赞可叹。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公告天下，2日内，凡有方法治愈被杀人蜂伤者之人，赏10000金。怎么会那么巧？公子荡偏偏是喝了咱们的米酒，就遇上了杀人蜂。这可怪不得咱们公子，又不是咱们公子给他喝的，是他抢咱们公子的米酒喝的。公子荡性命攸关，万一他过不了这一关，那王后她岂能饶得过我们通儿？我们可以向大王辩白。公子荡在大王心里的地位，岂是通儿能比的？加上王后挑唆，我们百口莫辩。娘亲，那杀人蜂是被人故意放在那儿的。你有何证据？是孩儿亲眼所见。那人是谁？是王后身边的一个丫头，叫什么来着？叫珍珠还是叫珊瑚？对，就是叫珊瑚。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内侍。童儿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件事可万万不能胡说呀！千真万确，珊瑚给了那人一笔钱，那个蜂巢原来只装在竹筐里，被那个内侍放到石头缝里。我当时不知道那就是杀人蜂。难道说有人买通了王后身边的人，要害死公子荡？不大像。娘亲，你别忘了，今日公子荡被蛰，该是意外。若不是公子荡，那他们要害死谁呢？今日遭难的还有魁姑和后来过来帮忙驱赶杀人蜂的几个小内侍。不是魁姑，更不会是那几个无足轻重的小内侍，他们不值得那些人下那么大的本钱。童儿，你是不是告诉我，魁姑是为了救公子骥才被杀人蜂蛰伤的？是。但魁姑和公子骥怎么会突然到那个地方去？听说王后约八子带他们去少司命神庙祈福。是王后的主意，是王后带他们去那儿的。天哪，那王后是要……哎，你们都把嘴给我闭紧了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娘亲，你不是要找父王辩白吗？我们有证据。闭嘴！这个证据要是让王后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有杀身之祸了。你知不知道？姑姑，姑姑，姐儿，
继儿，继儿在，姑姑，继儿在。继儿没事，她只是手背上被蛰了一下，女医治已经给她上了草药。姑姑你放心。婆婆疼不疼？婆婆不疼，你看婆婆还吗？你别动，姑姑你别动，别动。人老了，就是容易这儿疼那儿疼的。没事儿，歇息一下就好了。女医治和太医令都来过了，大王也出了悬赏。太医说你没事的，姑姑不用担心。治得好治不好都一样，别麻烦别人。婆婆，继儿一定要治好你。香儿、慧儿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照顾姑姑。女医治留下的草药，你们每隔1个时辰煎一次，伺候姑姑服用。是。木心，走，你去点上灯，跟我再去园子里看看。是。八子，这就是杀人蜂的蜂巢。怎么回事？这里也烧了。听说，怕杀人蜂再伤人，傍晚时分，大王已经派内侍过来，用烟火销毁了蜂巢。这大多数蜂子已经被烧死了，此刻已经看不出什么了。是谁？谁在那儿？樊长史，八子，这么晚了，樊长史还没有歇息。八子不是也没有歇息吗？今晚这宫里，能睡得着觉的人，只怕不多。可不是吗？幸而上天有眼，公子季没有被杀人蜂伤得太重。可是公子荡伤势危重，魁姑为了救继儿，也是性命攸关。那杀人蜂平日并不主动招惹人，更不在有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筑巢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们是怎么突然出现在园子里的。我和妹妹想的一样，所以就想过来看一看。听说那杀人蜂平日里都是在树林里筑巢，在石缝里筑巢，只怕是不多见。是啊，也许是有人故意把他们的家搬到了这里。妹妹，这话是姐姐胡乱说的，妹妹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姐姐的话或许有些道理，那杀人蜂看似天灾，也可能是人祸。妹妹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妹妹和我都快些回去吧。等等，今日杀人蜂伤害魁姑和继儿的时候，公子通也过来帮忙相救，芈月感恩图报。八子和公子季一向对通儿友善，通儿这么做也是出自于天性。同心相亲，肝胆相照。我会记得樊长史和公子通对我们的好。上天垂怜，公子季今日没有遇害，只是八子以后也要留意。樊长史要我留意什么？留意有些人。妹妹，姐姐就先告辞了。樊长史，
好像话里有话。他定是知道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姑姑，姑姑，月儿在，月儿一定想办法救你。月儿自小没了娘亲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月儿。姑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姑姑，夫人，这是公子季的衣裳，母后有人捡到了，刚刚送过来的。我知道了。亏得魁姑救下了公子，不然恐怕受害最大的不是公子荡，而是咱们公子季啊。什么意思？夫人，您看看这件衣裳，再闻一闻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知道这疯子最爱追逐3种人：醉酒的人、穿鲜艳衣裳的人和身上有香气的人。公子荡占了头1种，咱们公子占了后2种。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你快去追继儿吧。我明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姑姑，都是月儿不好，当然你就提醒过我，我却没有在意，是月儿错，是月儿害了你。当儿啊！珊瑚，在。扶王后出去。是。王后，王后。自作自受，自取其祸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王后，当然是在替我受罪，是我该死啊！王后，王后，是我要害人，是我要害别人的孩儿。生死比生命值得看得清楚，让我痛，让我千刀万剐。
这药也不知管不管用，魁姑看起来更不好了。大王已经出了万金悬赏，怎么还没有人献上主意啊？都说这世上最毒的是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蜘蛛、蟾蜍，杀人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你们是以前没见过杀人蜂，在我们山里头，听到杀人蜂，谁不躲得远远的呀？我跟你们说起这些毒物，杀人蜂就算不能排在毒蛇的前面，至少也不会排在蜘蛛的后面。在我们楚国有一种烛龙蛛，它有蜘蛛一样的脑袋和蛇一样细长的身子，被它咬一口要病半个月呢。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那会儿住在大山里边，有一种蜘蛛网，它可以长到小孩子的拳头大小，织的网都可以捆住一只小鸟。就它这么厉害，和杀人蜂交战也仅仅打个平手。吹牛吧！我以我死去的爹娘发誓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好，我说给你们听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在我进宫的前一年，我在山上放牛，身边不远处的树丛中有一只蜘蛛王正织网。到了正午时辰，一只拇指大的杀人蜂飞了过来，一头就撞进了蜘蛛王的网里。那蜘蛛王定是饿极了，立刻向杀人蜂爬了过去。当他爬到杀人蜂身边，张口刚要咬，却被杀人蜂狠狠刺了一针。那蜘蛛王顿时就蔫了，顺着游丝就掉了下去。可过了没一会儿，那蜘蛛王又爬上来了，他们又打了起来。哎，那后来呢？这第二个回合和第一个回合差不多，杀人蜂被蜘蛛咬了一口，但是杀人蜂把毒刺扎进了蜘蛛的肚子里，那蜘蛛一松口，立刻就倒在草丛里了。这么说，那杀人蜂的确厉害啊。那最后谁赢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在那儿打来打去的，我看得不耐烦就走了。木心，夫人，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？若有一字不实，木心甘愿受罚。那你可知道，蜘蛛掉进了草丛里，那是什么草？这山里的花草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快告诉我。那草叫七叶一枝花，在我们那儿也有人叫它登台七的。七叶一枝，我跟姑姑一起去吧。快去快回。哎，太医令，臣在。公子怎么样？公子只怕不好，请王后还是早些做好准备。胡说！你胡说！我儿子还没当上太子，他将来还要做大王！你给我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女医治呢？大王，求大王给臣妾做主啊！当儿怎么了？太医令说，当儿不行了。当儿若走了，臣妾岂能苟活于世？当儿是寡人的儿子，我嬴氏的血统比别人顽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王后爱子心切，此刻不该乱了分寸。拜见大王。那草药可采到了吗？是，因为公子当病症危急，需要马上内服外敷。此刻女医治正在捣药，片刻便可以给公子当服用和疗伤。好，太好了！若能救治好公子当，寡人重重赏赐你们。谢大王。快请太医。是。这下好了，当儿或许有救了。是真的吗？昨夜芈月偶然发现了一种草药，对当儿的病症或许有奇效，所以女医治连夜出城进山采摘，此刻药已采回。李密，大王，
此举有多大的把握？照理说，药草进宫都该有人试用，但是公子的性命危在旦夕，我们也只能险中求胜。微臣已经让人榨出七叶一枝花根部的鲜汁，每个时辰灌公子1碗，再将鲜根捣烂敷在伤处。若到傍晚，公子的病情没有恶化，便是有救了。道儿，道儿，听到母后跟你说话了吗？只要你活过来，母后什么都答应你。只要你好好的活着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母后都绝不说一个不字。母后情愿拿自己的性命换你一命。你听到母后说话了吗？上天诸神，大司命、少司命，求求你们，让道儿渡过这个难关。只要诸神不嫌弃，小女子米树愿意以血以肉以性命祭祀诸神。求求你们，让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道儿醒过来吧！公子，皇后，公子醒了。母后在这儿，母后在这儿。姑姑，你要多吃一点，吃饱了有力气，伤才能好得快。这金米粥可香了，是八子亲手用精米、肉糜和鸡蛋熬成的。婆婆吃吧，继儿看着婆婆吃。婆婆吃不下。吃肉肉长肉肉，不吃肉肉鸡瘦瘦。婆婆看，继儿身上有很多肉，婆婆自己却是金瘦瘦。好，婆婆再吃一口。继儿也该吃饭了，跟姑姑去吃饭吧。姑这一倒下，辛苦月儿了。姑姑一直把月儿当亲生骨肉般对待，如今为了继儿受了伤，却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。人的寿命都是有
定数的。姑姑原打算不用活这么久，不知为什么，上天竟不肯收我走。姑姑稍微退近，所以在说胡话。月儿和继儿都舍不得姑姑，还有蓉儿，还有小冉。姑姑怎么舍得走呢？原先姑姑觉得你们长大了，继儿又有出息，姑姑可以闭眼了。可眼下突然出了这件事儿，姑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都怪月儿糊涂，这不能怪你，是他动了爱你和继儿的心思，便日日在这上面做文章，你怎么躲也躲不开。大王，请用茶。那杀人蜂之事，查得如何？老奴叫人细细查过了。公子荡遭遇疯子，实属偶然。米酒是公子通拿去的，但是公子荡强从公子通手中抢去，并且不听劝阻，酣畅痛饮，结果酩酊大醉。倒是什么？倒是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他们从少司命神祠祈福后路遇杀人蜂，这确有可疑之处。哦，从神祠到交房殿有一条最近的路径，但那日偏巧路被水淹，所以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不得不走了有杀人蜂的那条路。可查出原因了吗？是几个在园子里干活计的内侍，他们把路断了。那条路是新修的，暗渠经常漏水，所以没有头绪。这么说，那些杀人蜂，也许真是被我们自己养的疯子引到园子里的。拜见八子。我要见王后。王后正在歇息。我要见她。王后这几日水米未进，心力交瘁，不能见人。见不见由不得你，你只管去通报。八子，奴婢得罪了。您不能进去，走开！您不能进去，不能进，不能！王后。请八子进来。是。八子请。这是王后做的好事。告诉我实话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若不是你做的，那就是你身边人，珍珠、珊瑚，还是谁？是我。果然是你。我的姐姐，继儿的母后。我也曾想过是你做的，但是我不明白，
为什么是你？是我做的，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继儿，但我不得不做。你疯了！我们是姐妹，同气连枝。对，我们是姐妹，是同气连枝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还同是一父。我从未与你争过宠，还用争吗？除了你，大王眼中还有谁人？除了你的儿子，大王眼中还有哪个公子？公子当是嫡公子，大王早就明言要立他为储君。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眼下前朝为立长立贤，早就飞升一片。那是指公子华，也可能是你的继儿。就算如此，那也不是继儿的错。大儿争不过你的继儿，我只是帮他一把。这秦国只能有一个太子，一个大王。大儿、继儿、公子华，当中只能有一人胜出。所以就要以命相搏。大秦建国数百年，父子相背、兄弟相残的事还少吗？可你我不同，继儿和大儿也应当不同。有何不同？不过是宰割他人，或是任他人宰割。就是因为储君之位，断送了你我两人这么多年的情分。在这宫中，哪有什么情分可言？自嫁到秦国，我视为王后，哪一日不是在与人明争暗斗？哪一日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？大王是我的夫君，一身恭敬，我便见不得天日，弃如敝履。我身边只有一个当儿，我靠不得母国，靠不得夫君，唯一的盼头就是当儿。而你的继儿，却让我连这个念头都荡然无存。宫中生路太窄，万事我都可容忍，但容不下你的孩儿挡在我的孩儿前头。眼下是你救了大儿，我信你若想去大王那儿出手，我全无怨言。但只要为了大儿，我不再许这种心。你我白白姐妹一场，我曾以为我此生都是欠你的。就算我芈月与任何人相争，都从未想过要与你相争。我的继儿对储君之位更是不屑一顾。相争二字本是伤人利器，与外人相争一荣俱荣，与自己人相争一损俱损。后宫艰难，只可相濡以沫，何苦要骨肉相残？八字无需多言，但凡嘴上挂着相濡以沫的，哪一个不是大难当头，自顾自？罢了，你去大王那儿出手我吧，我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但此事不能牵扯到大儿，若因此事牵扯到大儿，大王追究下来，单凭这衣裳不足为证。这衣裳是我赐给继儿的，
我是母后，赐给公子衣裳，名正言顺。我芈姝抵死，也不会轻易承认与杀人疯子有关。我已经没了姐姐，不想再让道儿没了娘亲。你救了公子当，还要救王后。我救不了谁，也不想救谁。我可怜她，不想与她一样。月儿啊，可我担心。姑姑担心什么？你对芈姝的恩情，她无以为报。我不需要她回报，我只盼着她能够幡然悔悟。不对，你可知大恩积大仇？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月儿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善良而后悔的。月儿。大王，张子来了。大王，张子坐。张子是咸阳城里耳目最灵的人，这2日可听到咸阳城里一首歌谣？大王说的可是蛰伏成城，蛰伏倾城啊？聪慧的男人闯天下，聪慧的女人乱天下。说的是周幽王宠信褒姒，废嫡立庶之事。大王对这首歌谣怎么看？似乎有所指。既然传得满城到处都是，只能有一个目的，是想把它传到某一个不容易传到的地方去。比方说，寡人的成名殿。大王的后宫不缺聪明的女人。但这蛰伏倾城的歌谣后面还有另外2句，不知道大王听到过没有？哪2句？腹有长舌，为利之阶。女人舌头长，灾祸从天降。哎，女人少了无趣，多了让人避之不及。难怪孔子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”大王这话里有话，弦外有音啊。有什么音？有。好了，还是说回正事。近几年
大秦连打了几次大战，威慑住诸侯以后，接下来就要稳定疆域，休生养息。长子对此有何看法？微臣以为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放在3个新收服的地方，一为巴蜀，二为义渠，三为河西之地。寡人宗室分封，难也难在这3个地方。大王已成年的公子当中人才济济，该不会周旋不开吧？你可能不知道，芈月提出想让公子季分封去巴蜀。也是啊。这义渠河西之地，确实没有巴蜀更合适公子季。公子季尚未成年，那巴蜀山高路远，对他就合适。芈八子寻不到比巴蜀更好的去处了。芈月不想留在咸阳宫，不想留在寡人身边，如此举动，实在出乎寡人意料。那是芈八子对功名利禄从无所求，这也是我看中他的地方。这也正是他惹怒大王的地方。哈哈，其实大王无需烦恼，后宫的女人说的再多，也都只是一厢情愿，最后定夺还是要凭大王的一句话。大王到！臣拜见大王。免。元日大吉，寡人要与众臣宣布诸公子分封之事。寡人的公子们逐渐成年，到了该为大秦镇守疆土、随从作战、交纳贡赋而尽职守的时候了。元日大吉，今日辞旧迎新，这茭白酒远胜往年。百叶和花椒选的都是宫中极品，我祝各位姐妹吉祥如意，富贵平安。祝王后富贵平安。媚儿女自有媚儿女的好处。魏姐姐，童儿还小，你说会不会这次也把她分封出去啊？妹妹放心，有人比你更不想让儿子分封出去。姐姐说的可是魏夫人，可我看魏夫人是胸有成竹，好像稳操胜券的样子。有些人就是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。哎，要真能像她那样，图个自己安心，那也就好了。今日大王在宣誓殿向众臣公布分封大事，芈月妹妹仿佛事不关己呀。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何况诸公子都是大王的亲生儿子，难道大王还会亏待了他们不成？手心手背还两般待遇呢，我就不信你心里没有一点打算。不过这一阵子妹妹往大王处走动的少了，不见君面，君自然寡淡，想向大王求情，估计也逮不着机会吧。妹妹还真不知，原来姐姐的恩宠都是求来的。在大王面前自作聪明，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大王一向恤老怜幼，公子季这么小，这次分封只怕是轮不到你了。王后的奏折求的是为诸公子分封藩地，
该是人人有份的，为何公子季无份呢？继儿若是能与其他公子一同分封，那是继儿的福气。大王子嗣繁盛，我请求大王分封，就是为给众姐妹们求个天公地道，不偏不倚，人人有份。说的好听，那是人人有份；说的不好听，那可是把人人都算计进去了。魏夫人，你错了。大王岂是任人算计的？在这后宫，你我谁都做不了大王的主。今日大朝会，大王会在殿上颁诏，也应该有消息了吧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妹妹放心，王后早早就将珊瑚派到前面去了。啊，姐姐急也没用，该来的跑不掉。我总觉得心惊肉跳，觉得不祥，仿佛生死攸关。已经这样了，倒不如学学八字，看他样子，仿佛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颁诏了，颁诏了！王后，颁诏了！大王是如何分封的？回王后，大王今日分封了立有军功和已经成年的公子。公子华封衡门君，唐夫人的儿子公子焕封蜀侯，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封岳阳君，公子运封蓝田君，公子壮封蓟君。就这些公子，没有其他人了吗？你听到没有？没有通儿，没有通儿，我就安心了。魏夫人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恭喜你们了。为何把我焕儿分封到千里之外的巴蜀？恭喜姐姐，巴蜀可是个好地方。这几位公子中，属你们公子焕的封地最大，这可是好事一桩啊！多谢妹妹。恭喜王后，公子壮也得到封君，不枉王后多年苦心养育。公子季留在宫中也是喜事，还望妹妹对姐姐以后多多照应。夫人，夫人息怒！大王不公，要么都分封，要么都不分封，为什么偏把我华儿分封出去？夫人息怒！姑母不要过分伤心，华哥哥走了，怡儿会一直陪在姑母身边的。华儿是我的命啊，他被分封出去，再相见一面就难了。八子，恭喜公子分封为衡门君。公子的封地富庶，离咸阳又近，只怕诸公子人人都要羡慕你了。所以莹华要去向父王谢恩。此外，莹华还要特别恭喜八子。我有何事可恭喜的？恭喜公子季没有被分封出宫。公子这是何意？八子知道我的意思。只怕别人都会这样想的。楚离子，甘大夫。楚离子，你可听说昨日大王召太医进殿了？往年春秋换季，大王都犯咳疾，但吃几副药就好，不必过于担心。大王春秋虽盛，但国本不利，终究让朝臣们无法安心。数日前，甘大夫命人把那首《大雅瞻昂》在宫内外传唱，恐怕朝臣们
更无法安心了。处理子为何以为是我做的？甘大夫不要忘了，神仙做事也是有迹可循的。幸好大王没有太在意，不然当心作茧自缚。甘茂凭良心说话，那褒姒只不过是个包国下来的普通女子，就能杀死身后夺嫡。这宫里头有些人的心性比褒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是指芈月还是魏夫人？魏夫人早已不在大王心里，不足为患。芈月出身低微，不可母仪天下。但是大王溺爱公子季，疏远公子当，这次分封为了掩人耳目，留下公子季，大王竟然把未成年的公子们通通留在宫里。这一旦公子季得势，这芈月必定趁势祸乱纲常。甘大夫不是不知，芈月曾请求大王把公子季分封出去，但被大王一口回绝了。那是欲擒故纵，真是令人担忧。芈月本无夺位之心，但大王似乎真的对公子季动了心思。看来真要另寻办法了。咱们楚国的公主果然个个如花似玉，可我看都不及王后当年的风采。那时宫中的公主们比起俊俏，个个输给王后，就连那脾气最刁钻的殷公主，论起相貌来，也不得不对咱们王后服气。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我们这辈子算是过去了。提起那个芈殷，虽然她个性刁钻，总算也嫁出去了，说是嫁到了燕国，做了国相夫人。王兄来信还提起到她呢。国相是个老头吧？算起来，殷公主年纪也不小了，燕王还是个小孩子。国相可以一言九鼎，一定是有权有势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秀外慧中。我怎么觉得看着还是刚才那个好？这个看上去太弱不禁风了。还是这个好，神仙玉骨，楚楚动人啊！王后说好的，那一定是最好的。奴婢是看花了眼了。可无论哪个公主被咱们公子看上，那都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咱们公子是谁啊？根本用不着着急，慢慢挑呗。谁说不急啊？自从分封，宫里成年的公子大都封了出去，可太子一事仍无着落。甘大夫说，只有当儿先成亲，才能促使大王做决断。可咱们公子还小，尚未行冠礼。咱们大王也是未行冠礼就娶了亲的。当儿是大王唯一的嫡子，当儿成亲，那是举国大事。到时候大王若再不立太子，朝堂上下都交代不过去了。怎么了，姑姑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是姑姑自己在生自己的气。这是为何？昨日我看到园子里的李子快熟了，就提了一句想用蜜糖腌制李子的话。今儿香儿他们就带着继儿去园子里摘李子，李子树高，全靠继儿用鞭子打下来。结果香儿他们还没来得及捡，就被那帮跟在公子当身边的力士莽汉抢走了不少，弄得继儿沮丧得很。那继儿有没有和他们争吵？继儿本来是不服气的，但因为你曾嘱咐过他，出门尽量少惹事，他就忍住了。继儿听话，但有时过于听话，反而显得懦弱了。这怪不得继儿，想出宫出不去，留在宫里，除了忍着，还能怎样？
摔倒，摔倒！好，公子大勇武无双，公子大神力，人比了不起。吴货、孟本，你们再接着练练。好，是。公子，王后说你今日练完功就去交房殿，她有事找你呢。不去。哎，公子，我好不容易出来散散心，你又来烦我。公子，小的知道你跟这些力士们投缘，可王后真的是有要事要找你啊。荡儿，给母后请安了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是一头一脸的汗呢？冯甲在。一会儿给公子把这衣服都换了，这都湿透了，别着凉了。行了，母后找儿臣来有什么事啊？快说吧，儿臣忙着呢。你忙什么呢？向王叔他们讨教图谋天下的策略。哎呀，说了母后也未必懂。可我听说你最近从市井招了很多力士莽汉，和他们摔跤举石锁，还决力徒手相搏。你可是大秦未来的太子，身子金贵，岂能总和那些粗人们厮混在一起？若是一个不小心，他们再把你给伤着了。哎呦，母后，我大秦以军功立国，我自当身先士卒，勇冠三军。既然那些勇士是儿臣亲自招募来的，若不能与他们同甘共苦，如何收复人心呢？而且父王不也一样吗？日日习武，亲自上阵。为人君主，除了勇冠三军，还应睿智仁慈。先生让你读的《礼记》《周易》和《左氏春秋》，你都读完了吗？你父王可不喜你只是一介武夫。先生让读的书，还是日日在读，只是那些书读了让人打瞌睡，还是难免读得慢些。行了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母后叫你来，是有些东西让你看的。来，坐下。这是干什么？暮色方知少爱，我的荡儿长大了，是到了该议亲的时候了。你看看这些画像，来。哎呀，个个都是蒲柳之姿，都不喜欢啊。这些可都是楚国的公主。来，母后啊，觉得这个还不错。哎呀，算了，儿臣的婚事以后再说吧，母后就不用多事了。哎，荡儿，荡儿，公子的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倔强，连王后的话都听不进去了？这事也不能怪他。几年前那次杀人风，将荡儿的身子伤得太狠，痊愈还需时日。一味地围着他的心意，他心烦了就更听不进去。慢慢劝吧。公子若是连这些楚国公主都看不上，他是想要什么样的美人啊？什么样的美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荡儿娶的是楚国的公主。秦国与楚国亲上加亲，公子们争夺楚位，荡儿又比他人多了一份筹码。珍珠，去把信使召来，我要写一封家书给王兄。是。